香港過去咧28年裏邊咧，我覺得落實一國兩制咧，其實就落得好成功下嘅。不再是外來的遊子了，我們是家裡的一員了。穿上了一條那個中國紅的連衣裙，而且是帶有中式的紐扣、西式的衣服，我到現在還保留着那條裙子。回歸咗啲，起碼咧，即係香港如果遇咗咩風浪嗰陣時咧，亦都得到係嘛？中國個即係可以保護到我哋一啲嘢啦。經濟唔好嗰陣時，咁因為佢得到國家嗰度咧，即係自由行嗰啲人啊，我哋咧嗰陣時係亦都係咁樣咧，即係令到香港個生活咧，即係嗰啲人咧得翻好多，即係譬如講交易啊咁樣係嘛，令到香港唔會變為一潭死水嗰啲咁樣嘢咯。大家都安居樂業。翻工啦，揾錢啦，或者做下都有好大個收穫咯。香港人上去係多咗就一定㗎啦，我哋又多咗港珠澳啦，又多咗西九啦，口岸又多咗幾個啦，咁其實都係方便大家生活啊，可以頻繁咁樣去交流啊，或者去兩邊一齊生活啊，咁我會覺得一個幾好嘅地方嚟嘅呢度。而家就好似覺得有啲中國人嘅感覺多啲咯，係啊！以前就始終都係覺得係寄居喺人哋嗰度咁樣咯，而家就感覺真係好似有啲歸屬感咯，歸翻中國人啦咁嘅感覺咯。因為可能咧嗰啲氣氛啊，或者真係成日得到國家嗰個支援啊，或者國家成日落嚟有個聯繫啲啊，咁啊變咗好似就感覺就好似俾佢擁抱咗咁樣感覺咯。回歸28年了，已經很多學校都重視了普通話教育。現在你在路上問路啊，或者怎麼樣，偶爾呢，我也特別的用普通話去考他們，問警察，基本上能夠指引啊。很多事情那些警察一些官員啊，我要去辦理什麼事情啊，我都會用普通話。看看他們的普通話是否能夠應付那個日常市民的一些那個詢問啊、溝通啊，還不錯。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，我們都回歸了28年了，我們會更多的想這個做，讓我們的年輕人啊。不單是認識國家，而且認同我們中華民族的這個文化。這幾年呢，這方面呢做得比較積極，而且呢也看到成績了。而家過咗20幾年，亦都係有相關嘅國安嘅條例都宣布同埋實施咗。以前呢，唔係間學校都做升旗禮啦，而家就間學校都要做啦，唱國歌啊，大家起立啦，大家都好自然嘅。我哋都係完善咗選舉制度，咁區議會同立法會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我哋提出一個愛國者治港嘅一個理念，將一國兩制嗰個初心更加擺得正，真正落實一國兩制嗰個最高原則即係維護國家安全、主權同埋發展利益呢方面做得足嘅話咧，我相信未來香港嘅發展係無可限量嘅。